歡迎光臨大學假期，請問想報咩？喺邊度玩呢？我想問下最近有咩歐洲行程介紹？當然有啦，等我哋同各位貴賓介紹翻一個集浪漫、自然景觀、歷史於一身嘅旅遊熱點——巴爾幹半島啦。一次過玩勻東歐5個國家同埋巴爾幹半島，真係不容錯過㗎。首先同大家介紹下我哋嘅行程亮點先啦。我哋會去到斯洛文尼亞嘅布斯當拿鐘乳石洞，坐小火車深入地下世界，欣賞罕見嘅鐘乳石奇景，仲會參觀埋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嘅奧地利小鎮哈爾斯塔德童話小鎮。呢度湖光山色，木屋圍山而建，真係唔好錯過啦。然後會去到克羅地亞嘅16湖國家公園，佢有歐洲九寨溝之稱，上湖區加埋下湖區，一共有16個湖泊，層層相連，春夏秋冬都可以欣賞到唔同嘅景色。我哋會包埋入場，慢慢行，慢慢影相，仲會登上碧湖城堡，居高臨下，俯瞰碧湖全景，仲要背靠阿爾卑斯山脈，風景一流啊！到咗匈牙利嘅布達佩斯多瑙河，我哋會包船飛遊船河，欣賞沿途兩岸風景。捷克嘅布拉格古堡，我哋一樣會包埋入場啊！呢座城堡係世界上最大嘅古城堡建築群之一，佢分為3個庭園，入邊有哥德式嘅聖維特教堂，有7彩玫瑰窗花等等嘅特色建設。企喺城堡嘅高處，仲可以俯瞰成個布拉格舊城區添啊！我哋大學假期全程有香港領隊陪同出發，安排貼心，唔使煩惱交通同埋語言障礙嘅問題。如果各位貴賓都想欣賞歐洲最美一面嘅話，或者嚟到我哋大學假期報名，我哋一齊出發啦！